朝前好，分享收看下诸位客家清新闻。以下时间来到为2點13分呢。天天指揮中心要來公布，今比有9條確診病例。以下搶先同大家來講一好消息，今比有再個係無確診病例，一個數目是係0。喺個今比呢，頭日現場嘅來賓當中，其中有一個係防疫醫生，同時佢咪係疾管署嘅副署長羅益軍，係唔係針對佢樣嘅發現講，台灣樣嘅發現28個疫情，係個同步本 WHO 呢，向下來關心。罗副署长，那现在就请我们指挥官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工作的一个状况。好，跟各位记者女士、先生们大家好，大家午安。今天跟大家报告，我们的确诊案例仍然维持395例。换句话说，今天还是零确诊了没有境外也没有本土的案例。那总共现在这个395例有340例是境外移入，那55例的一个本土病例。那确诊案件有6人死亡，155人解除隔离。那整个情况大家看到，其实这几天虽然台湾现在目前看起来我们大概边境这条线已经守得越来越好那但是国际仍然非常的之严重。那我还记得我们在3月14号跟3月17号有做了一些比较严格的这样的一个边境的管制。3月14的时候，我们就那2点起就未登飞机的就要做居家检疫。3月17号决定说19号凌晨开始就要做第3级了。那在那个时候也是4点4点以后搭飞机的回来也是居家检疫。那回想到那时候3月14那个时候的确诊的人数全球是14万人了。那个3月17号的时候全球是将近18万人。那到了4月3号就破100万，那到昨天就破200万，其实呢速度非常的快。那整个在国际上的死亡率也从那时候的4%升到现在的6.4%、6.5%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台湾当然还是致死率了台湾还是维持1.52%。那至于在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国际上整体来讲，康复率大概这个确诊的病人里面变好的大概24.5%。那台湾刚才跟大家报告是155例的解隔离，所以我们的康复的情况是有34.7%，不是39.2%，到昨天30.7%，到今天我们是39.2%。所以在台湾，我们不管是确诊的病例或死亡的案件，或是我们康复的情况都是在整个在国际上里面我们做的算是相当的好，但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刚才跟大家报告说，那个一旦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可能那个速度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快所以也是要持续提高警觉。那至于在本土的案例的情况里面，我们现在大概10个本土未知感染源的那大概有8例已经过了我们14天这样的一个观察期。那有2案仍然在我们这里的一个高度警戒的一个当然4月2号，其实到今天过了4月2号这个案例也会过了是336号。那另外是大家进来比较持续关心的4月8号的379例379案这几个这2个我们在持续在疫调跟相关的检验都在进行中。好，那以上先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报告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你好，凤凰卫视提问。首先想问一下，因为目前台湾的这个确诊案例已经趋缓了，那想问一下，新北市下周要做一个封城的兵推，请问还有这样的必要吗？台湾有严重到需要先模拟到兵推封城的情形吗？好，谢谢。我当然知道他们在下礼拜1吧4月20号要做，但我不知道他的实兵的演练到什么样的情况。对，我说上一次我在4月20号我们不知道的，但是上一次我参加过他们上一个阶段的一个演练，并就是说把一些情境表达出来，然后一些相关的应变的作为做一些演练
并没有到就是说到实地实场的这样做。如果完全要这样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就假设情境的演练的话，而直接来做相关的封城，那当然是不是很适合。但是如果做这样的一个演练，让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程序跟这样的一个情境，那我认为这也是可以来做的部长好，信传媒提问，这边有2个问题想请教。第一个就是第一波阻绝境外后，下一波的防疫重点会放在阻绝无症状感染者引发的群聚感染吗？那如部长之前所说，就是目前台湾差不多进入观察期，那观察的重点有哪些？有没有一些相应的策略？然后本周的那个清明连假的危机，差不多也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可能会怎么走？以及现在就是有包括何美香教授提到说，台湾社区感染的几率很低。那请问防疫中心有没有做过调查说，或是有一些科学证据评估台湾的社区感染大概是有多少？那第二题想要请教张教授，就是无症状感染者有什么策略可以监测和防治吗？就台湾有在分析整理各国无症状感染者的特性吗？那目前看到就中国的数据似乎显示说无症状感染者好像比较少生病。那台湾目前的无症状感染者有没有观察到一些其他现象？谢谢。现在在社区里面有很多事，我刚才跟大家报告过，现在就是2例嘛。就是379，然后跟336，那336，又往社区外面里面有一个接触者，是347，就是这样子，那当然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怀疑跟可能，可是大家经过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社区里面如果真的有这样情况，那就已经。就会有个别的这样的一个群聚，不同的情况都会出来，不会这么久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情况了那跟基本的科学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至于刚才在请教张教授对于这无症状的好，无症状感染者当然就是他这一次的感染没有任何症状，然后我们才称作无症状感染者。那我们看到的，他通常也没有身体本来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潜伏疾病，比较容易成为无症状的感染者。这些里面，因为他确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疾病，所以也没有症状，所以当然也看不出所以特别的状况那比较多当是年纪比较轻的、比较小的年纪，那是会比较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至于说国外其实大家也都还是非常好奇那到底这些无症状感染者到底是有多大的传染能力，有多少的证据，他们确实是会造成什么样的传染这其实目前还没有很完整的数据所以很多专家也都对于这个部分都还很多的好奇那我们也许在礼拜6的时候要跟大家做一些报告的时候，再一起再跟大家做完整的一个说明。长官好，中视提问就是有关西班牙、还有意大利跟法国，他们这些地区发现呢一些感染者，他们会出现脚底长紫色水痘的一个症状。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比较常出现在青少年或是儿童身上。那不知道说指挥中心有没有听说有这样子的症状出现在国外？好，乡亲朋友，也下记者会当地嘅进行，请新闻先面来整理一下，都也下指挥中心公布嘅也嘅重点。韩国近边嘅确诊病例数係幾多？近邊咧係拖先前有冇新嘅確診病例過後，近邊係聽一擺又再個冇確診病例。故所近邊也公布也嘅好消息，指揮官陳時中其韓係同大家提醒講，也下看起來。台灣同當地素材看起來係有疏忽嘅，不過因為一下疫情變化到當家，提醒大家還係做唔得要辦事海態，針對防疫還係愛請強心。今日呢，記者過來提醒講，一下全台灣嘅確診病例還係維持到395個病例，其中整理一下，境外採落來嘅有340例，另外本土確診病例有55個。
韩国先前呢，同宋10月、3月、15日加下，台湾嘅边境开始有相关加严嘅措施，故所看起来，当时呢，因为有下加严嘅。台湾嘅情形看起來又係數下來嘅，不過呢，看到全世界差唔多到3月17日下，全世界嘅確診病例嘅當時呢係差唔多10萬個家庭，不過一下差唔多1整年嘅時間，全球嘅確診病例突破為200萬呢，故所一下疫情變化到當日，不過相對比起來，台灣係較好，還有一下疫情咪係較緩下來嘅。今日針對一個死亡率，還有一個疾病後遺嘅康復率，提供俾大家利用嘅數據。一下全世界嘅死亡率呢，係對先前嘅4%提升到6.5%嘅。不過相對同台灣比起來，台灣嘅死亡率係較大嘅，現時一個數目是係1.52%。韓國一個病危好、治療好嘅康復率，台灣嘅康復率係比世界一下要較高，故所台灣嘅康復率係39.2%。唔過提醒大家還係愛清養心。針對下個禮拜呢，新北市就會來針對一個疫情來做定期推演。有記者就問到，講一下看起來台灣嘅疫情有下緩呢，新北市咁有必要還愛繼續來做一種一般講嘅並推呢？陳時中佢表示講，係講大幫嘢嘅嘗試，大幫嘢嘅動作，本大家行卡啲好嘅養心，行講嚟啲也所有係講多世界發展呢，沙期感染嘗試係乜嘅，經驗比也係做得嘅。故作一下指揮中心限啲嘅開會，繼續來關心現場嘅最新情形。這邊也是說，按照指揮中心的指示註記，所以到底登機後，這個到底需不需要告知航空公司呢？還是說哪個環節忘記通知航空公司？那麼如果以後有類似的個案的話，會有怎麼樣確切的 SOP 嗎？好，那另外還要提問的是，這個羅副當初在 PTT 上面有看到武漢衛健委的緊急通知公文，當初是怎麼樣的情況下想說立刻 PO 到群組？那麼這個公文上面是不是你有看到什麼樣的訊息，是覺得我們應該提高警覺的？那有人傳人的訊息在裡面嗎？那麼現在這一篇文被說是護國神文，那羅副自己怎麼看？謝謝。謝謝昨天莊副一句無心的，然後幫我們也算那個鄉民們拱出來這個原 po no more pipe 的本尊後來回文。那這個護國神文，我想昨天的時序莊副已經講了，然後就是我們凌晨大概2點多這個文 po 出來之後，我們大概3點多我們有還沒有睡着的防疫醫師有看見哈，然後後來我也在我們群組上看到我們防疫醫師有提供這一則訊息。其實我們當發言人期間，常常早上6點多就要起來看一些簡報哈，有時候鬧鐘定錯就會5點多起來哈，所以也剛好有看到這一則。那看到之後，事實上我這邊覺得從專業面，它跟一般的爆料比較不一樣，不是那一則公文，反而是就是說這一個哈。就是當時的訊息的截圖啦，哈，就是那一則首播哈，它有放了幾個重要的截圖。那我想第一個截圖就是他這邊有講哈，就是他首先是這位，我們雖然把它蓋起來，其實他就是李文亮醫師哈，他貼的就是說，這個華南海鮮市場有確診了7例 SARS， 當然看到 SARS 我們就會非常提高警覺。然後後面他有接着貼出這個檢驗的報告跟他的這個胸部的電腦斷層的圖，不過因為很小，我那時候就也睡不着了，我就再去找這個原來的圖哈。那可以看到就是說在檢驗報告這邊哈，它上面很明顯的就有寫到說是一個民間的檢驗公司哈，然後它有就是寫出來，除了 SARS 之外，還有像綠膿桿菌等等幾個病原體。那這上面寫的是陽性的病原體哈。那從這一個檢驗的方法，那時候我也趕快去 Google 了一下哈，那發現它是做一種比較高通量哈，比較大規模的一種撒網捕魚式的這種篩檢哈，所以它可能會驗出很多不同的病原體。那有些病原體驗到不見得一定是致病的哈，可是我們看到 SARS 當然就會想說，這個可能是很致病性高的病原體哈，只是說這一個檢驗報告它並沒有寫檢驗日期，它也沒有蓋官方的戳章，所以從這個圖研判可能就是
医院的医师他拿到这个报告之后呢，然后就顺手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哈，然后就发出来。那从前面那个网络群组他们在微博的这个微信上面的截图，也看起来就是说是可能内部医疗人员的一个讨论的群组外流出来，所以从这2点来判断，就是说这还是有某种程度的可信度，跟一般的爆料不太一样。那后续除了这个 PTT 的报道之外，我也有再去找了相关的这些外流出来的一些讯息哈，也可以发现就是说在这一个讯息图上还有发现其他的医疗人员在讨论，还有像是医院里面实际上发生案例的一些状况，所以从这几个点来研判，就是说可能是真的有一个院内的群聚在发生，而且是有这个担心说会有大家会担心有感控上面的疑虑，需要隔离，还有要注意自身的安全等等。当医护人员在互相提醒的时候，当然就是要担心说会不会有院内这个医护人员相互感染的这样的状况发生。所以这个我是觉得其实看到这几个之后就没有办法再回去继续睡所以也没有什么补眠这种问题，就赶快把这些讯息提供到我们署内的群组，然后后续做该做的一些事情。所以也是在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大陆这边的吹哨人特别是像这个李医师，还有就是像我们这边这个收集资料之后在凌晨 po 出来的这个 Normal Pipe 这位这个原 po 那很感谢他，让我们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可以就是很快可以找到这些讯息，然后可以成功的阻绝这个疫情。谢谢。那刚才提到就是相关的注记跟相关的一些作为事实上在这里面对于个人的资料，那还有这个居家隔离各种的情况里面，事实上都有一个相关的矛盾的地方。所以那座位是把它注记，然后我们到机门口去拦，然后把它直接送到医院去。那经过这次的经验里面，我们觉得在机上也许应该要有一点作为了可以让这样的一个事情能够避免更大。不过牵涉到了一些相关一些法律上的一个争议所以我们也决定交给这个法务组，我们现在新成立的一个法务组去研议，是说怎么样能够做更精进的作为，而不违背相关的一些法律的规范。那我们会请法务组来做研议。这位刚好年代异电视提问，想要请教那个能不能协助我们厘清，在案384在4月10号的时候是几点通知移民署？那是以什么样的方式？4月11号又是几点？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通知长荣的？谢谢。大概就是应该看这里面是9点37分嘛9点的时候，大概4月10号的9点那我们通知这移民署。那9点37分的时候，那国境事务大队于航前旅客系统注记完毕。那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说他到底会坐什么班机，虽然有相关的一些讯息，但也不能确定他怎么做。那然后这样的一个注记完毕之后，那早上这个飞机可能是舱单已经出来之后他们就看到所以就通知这移民署就相关的人已经登上哪一班的飞机，所以是他早上7点20，所以是6点半的时候他有来通知说他于当天的VR31于上午7点20分就会起飞。那我们说就决定就是说那到机门口去做相关的一些拦检大概是这样子。不好意思 ，TVBS 提问。虽然零确诊啦，可是仍然不能大意，因为像是有一些医师他们就讲说，现在可能还是有一些潜在感染源可能存在，所以说是不是我们如果一不小心的话，没有注意防疫，他们可能就会出现。那我们指挥中心这边有没有要呼吁民众说，现在我们现阶段我们还能做些什么？那零确诊呢，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比较放松？是疫苗问世吗？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做一个民调，就是如果明天就是台北市长选举的话，那部长你的呼声还有支持率都比蒋万安还有吴怡农来得高。那对于这个部长怎么看？谢谢。后面的问题比较容易答了我并没有要选举的打算了什么时候都没有那第二个就是有关于就是说现在零确诊，那当然
最基本的大家不能够松懈，好，所以就勤洗手，哈，个人的卫生的保持，好，那戴口罩，社交距离的维持，好，这些都是一些最基本的。那我也希望，当然除了戴口罩以外，其他的习惯哈都要可以哈。那社交距离大概人也不需要离那么远了，但勤洗手、个人卫生、环境卫生，把它维持好，我希望是能够养成一个国民的习惯。好，那在吃饭或咳嗽的礼节，好，这都可以把它维持好。那当然，随着如果疫情放松的话，那社交距离当然会变得比较短，好，等等的都应该要去做。那至于什么情况哈，我们要来解隔离哈，那当然会根据不管是快筛也好、疫苗这也好，或治疗的药物，然后跟它国外的情形，那跟盛行的情况，好，台湾各个在社区的一个发生的本土案例的状况。那需要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并没有办法用单一的指标来决定这样的一个事情。指挥官好，华视提问。我们有接到移民署他被投诉，内容是说，过往面对非法的外籍人士被遣返的情况时，台湾的介护人员只需要陪同他们到登机口就可以了。但是呢，疫情期间他们却突然的被要求说要跟机跟到非法居留人士的所属地，当天要来回。那想请问，这样有没有可能会成为防疫的破口？然后为何又在疫情期间突然这么决定呢？谢谢。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啦，哈，那个在遣送这个非法或是违反移民法的相关规定的这个收容人，那是按照这个人数来做不同样的一个介护，这个是有航空器安全的一个比例哈，所以这个我要先做澄清，所以这个说法绝对不对哈。那第二个是现在在收容所的这个收容人其实都待超过了1个月以上的时间的哈，所以基本上那在台湾大家也清楚最近的整个防疫的状况嘛哈，那所以我们的同仁当然在基于航空器安全的上面要陪同前往，但是他们没有入境。那这个原机就回来了，所以没有这个安全上的一个问题，这个要特别说明清楚。中央社提问，想要跟指挥官请教一下，那个世界卫生组织，昨天的记者会上有专家提到说，他在今年2月以及15号的稍早有透过电话跟台北方面交谈，那有跟台湾的科学家、公共卫生专业人士交换意见。那也说，第一线工作者跟参与这场大流行疾病的人员有互相交流，那向他们学习是很好的机会。那请教一下，请问世卫专家是跟我们台湾方面的哪一位专家取得联系？那对话的内容大概是什么？好，昨天确实是世卫组织有跟我们这边有电话的讨论一些相关事情啊。那昨天的电话会议里面，对方是有一个专家呢，再加上他们的可能是法律顾问一起跟我们做一些相关的讨论，里面包括有跟我们做了相关的目前全球的疫情的一些状况的一个简报。那之后我们也有分享我们过去所做的许多事情，以及我们目前的疫情的状况，那也提供给 WHO 的专家参考。那他们当然对我们的状况也是非常的好奇哈。那了解说我们做的这么好的一个结果是怎么做的哈？那包括我们目前的个案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状况，有没有本土的传播的一些状况等等，也都有一些意见的交换的哈。那最后我们也有希望说我们的可以多参与更多的一些 WHO 的相关的一个活动。那里面包括 WHO 有提到我们在目前他们的2个专家小组的电话会议里面，我们都有人员参与。
那其中少了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于疫苗研发的一个部分哈。我们也希望在那个疫苗研发的专家小组会议里面，我们也有机会有专家可以参与哈。那不过当然他没有立刻的答应，那是表示会再带回去研议哈。我们最后也表达我们非常愿意分享我们的这些疫情控制的一些状况，跟世界其他的国家做更多的一个分享哈。以上大概是昨天的会议的一些状况。是请教指挥中心，一样是延续刚刚这个 WHO 跟 WHA 的问题哦。我们看到外电的新闻有说，5月17号可能这个会议，他已经把 COVID-19 这个题目没有放在这个议程里面，那是不是？但是昨天却有提到有专家来讨论这件事情哦，我们是不是以公卫的角度来呼吁一下，这个题目应该要重新纳进这个世界卫生大会来讨论？其次，我们看到美国还有一些欧洲国家对于 WHO 的一个问题有不同的见解，美方可能就是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啊，就是在批评说 WHO 的关系。那欧洲国家有领袖出来当和事佬。那我想说，就公卫医疗的部分来讲，部长对于这个组织来讲，未来怎么发展，有什么样的看法？谢谢。就是说，整个来说哈，其实我还是在讲这 WHO 哈这样的一个组织哈，在世界其实很多的专家投入到里面，那也规划跟建立了很多好的系统，好，所以大家才会想要能够加入到里面。在系统上面还有直接的对话，得到第一手的讯息。那对每个国家，不管是我们对传染病也好，对于慢性病、对预防保健或世界环境气候的变迁，都能够有一个清楚的了解。那也能够提供我们的相关的讯息，让世界卫生组织能够把各地各方各国的一个讯息能够纳进来，做一个综合的研判，让各国做一个参考。所以我必须要讲说，它里面事实上是容纳了世界很多的专业的专家了，那所以我们才会想要参加嘛，那但是呢，进来在这样里面就觉得有一部分是稍微变了调，那我想就是说它的体质是好的了，那如果能够再回归以专业，那当然它仍然是会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卫生组织。好，那第二个，台湾在上面现在大概有 WHO 也终于比较愿意跟台湾，不管是在媒体上的对话也好，或是有一些专业的对话这也好，都比较多了。我可以说 WHO 现在大概已经看到台湾的了，比起以前都看不到我想是已经往前走了一大步。那至于看到之后，那双方怎么样来调整？都站在对世界上面的一个卫生健康上面一起来做努力，那是未来我们要努力的方向。长官们好，中天提问，几个问题请教，有关于这个公卫学者啊，有关担心就是说，因为有一些旅外的国人，他们回台湾之后，其实诊疗的一些费用其实都是国家来负担。那么公卫学者就担心说，会不会让这些旅外的国人一直不停的想要回台进行诊疗，而成为防疫破口这样子？然后也呼吁就是说，是不是可以用使用者付费的方式？那对此指挥中心这边有没有什么回应？另外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呼吸器存量是够的吗？那么因为就是我们知道很多的一些医材的公司，他们是希望可以生产所谓的侵入性的呼吸辅助器，可是因为这样的东西需要多年的临床实验才能够量产。那么以美国的例子的话，他们是使用了所谓的紧急授权令，那台湾的法规有没有做一个调整？另外就是有关于刚刚 WHO 通报示警的部分，那中间详查的过程可不可以就帮我们说明一下？另外还有没有去找到那位有没有就是去拜访那位医师妹妹这样子？以上，谢谢。我其实并不知道 po 文的人是哪一位。那我看到媒体有报道说他好像是一位医师的妹妹。那他也好像蛮低调，就是表达感谢。那希望大家不要去肉搜他，所以我想我们也不会特别去拜访他。
呼吸器现在目前来讲，在台湾来讲，呼吸器应该是够的哈。那你想这个讲法很奇怪，就是说这要好几年的研发，那我们现在紧急授权，那也会缓不济急了哈。不过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把现在有的相关的呼吸器做一个盘整，那把这样的一个调度的方式把它定好。那一些以前有一些在仓库里面的哈，这呼吸器那可以用的，我们就拿来赶快把它修一修，好，那都来备战之用了哈。那至于就是说里外的国人呢哈，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旅外了，那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变成旅外的国人了。好，不管是在国内也好，或旅外这也好，那我想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愿意去感染到了。那这病毒也就不分在哪里，在什么时间，在什么样的情况，在什么身份。从我们最高层的一些相关的国际的领导者，在一般我们像这样的一个庶民小民得到的机会是一样的。所以在对抗病毒的是整个人在跟病毒在对抗，并不是说哪一个区域的点哪一个区域点的人互相在对抗。病毒不分国界，这我们一再讲，也不分人种，所以都不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那是我们跟病毒。那这样站在一个整个人的立场，那人怎么样互相来帮忙，这是我们在对抗病毒应该有一个态度了。当然每一个国家会根据它的能力的不同，医疗水平的不同，那订定一些相关不同的政策，但基本上还是要帮助这些得到病的人，让他能够早日的康复。那第二个，能够正好得到病人不要再往外传，那这个是他一个很重要的，在这两点只要思考这样的东西，而不用比较少去思考说把人又在分类，那这不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各位观众好，今周刊提问2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张教授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跟 WHO 的一些对话，那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些专家小组有针对不同议题去在线上做讨论，请问一下这一次的对话对我们接下来在资讯了解、防疫，甚至刚刚提到一些不管是疫苗或药剂开发等等，会有什么样的帮助？那是否有就是说针对未来可能对话的时间或频率有没有谈到这一块？那第二点是刚刚部长有提到说新成立一个法务组这个部分，请问这个时间点大概为什么这时间会成立一个所谓的法务组？那在这一段防疫的期间有一些政策跟法律面有关系的，请问之前是有征询的部会是法务部吗？还是说我们自己卫福部里面的法务专家？那这跟这次成立的法务组的那个他们的工作跟职责有什么不同？谢谢。好，单一次的对话，其实当然大家也可以理解，那个短暂的大约1个小时的对话，这个促成的当然就是彼此都更多的认识了解嘛。那我们从他们的报告的资料里面，当然多数其实在 WHO 的网页上其实也已经都呈现过了哈。我们追加询问的当然有一些，也许就是网页上没有呈现的东西，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些。那另外他们对我们的实际的一些状况，也透过我们的说明，可以更多的一个了解跟认识。当然也追加询问我们更细节的一些内容呢，可能这些都是在专家之间的对话比较容易可以互相了解的。那当然是希望能有更多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参与，尤其是我们这么好的一个防疫成果，我们这么好的经验哈，那应该不是只是对他们的单一个专家来做分享，然后我们如果可以有机会在更正式的场合，那去跟更多的国家去做报告跟分享，那这才是让更多的人直接可以学习到我们的经验跟成果嘛哈。那所以我们期待当然是应该WHO 可以让我们台湾的代表可以正式的在更多的
不管是技术性的会议或者是更正式的会议，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参与，那去做一些报告分享。没有提到接下来这种形式的对话的频率，没有特别提到。那至于大概我们分作几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在应变中心跟我们的3级开设的时候，那基本上的法务是由机关署的法务单位来负责。那在我们在2级开设的时候，我们就我们本部这卫福部的法规会也就进来参与这事情。那到1级开设的时候，就有法务部就进来，那主要都是由陈明章次长来参与我们相关的会议。那因为现在就觉得说进来很多相关的事务，其实跟我们的一些生活的限制，还有一些基本的权利都有相关。那可能需要就是说能够更细致而且更迅速的安排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特别本来在这样的一个法务，我们是在我们的行政组里面，然后特别把它拆开来，另外成立一个法务组，那由陈明堂次长来主持这样的组，那我们其他原来的法务的人员也都会参与到里面做相关的讨论。那正式成立应该是在这个礼拜2的指挥中心的会议里面正式通过，正式来开始启动。指挥官好，大纪元提问，想问一下，目前清明连假的危机已经告一段落，那这一段的观察期间，接下来要怎么走？会制定什么政策或因应措施吗？谢谢。还没有完全过嘛这到礼拜天这一波清明的那到底这个礼拜天，那我刚才也有讲过，就是说整个因应的策略里面还是不断的在滚动式的检讨那根据各种情况的不同然后做相关的调整。那大概几个的没有，就是说基本的架构都在。有些人问我们说，台湾这防疫为什么现在看起来不错？那就会讲，就是说，第一个我们防疫会好，第一个是我们还要仍然是维持我们整个政策的透明度，那我们对专业的尊重，那我们很庆幸我们有很好的 CDC 的一个防疫的团队，那还有我们在人民的一个素质跟配合，能够让我们现在基本的这样的一个防疫的战线能够守得好。那未来仍然秉持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然后因应时空的不同，做各方面的调整。指挥官好，客家的提问就是针对经济部有说连续1周维持0确诊的话，就会发行酷碰券，不过还是要经过指挥中心这边同意。虽然昨天说指挥中心有说这是一个目标，那所以这个想问一下，说这是一个评断的标准吗？还有在第二个问题说，今天不管是 Apple 特卖或是南部的百货公司都出现了很多人潮，那大家是不是都可能会忘了社交距离？那是否就是想问一下疾管中心说，他们是不是松懈？那应该要请商家怎么样去改善这个部分？否则要请地方单位处罚。谢谢。对，确实我们在台湾除了境外移入，其实我们已经有连续4天在境内是0确诊的个案了大家昨天那2个案例也是境外移入，然后在前天那个是5个案例嘛一个美国一个那个所以基本上确实本土的案例是少，所以我一再要常常拿一些国际的例子、世界的情况让大家看，这东西是松懈不得的松懈不得。那至于就是说正常的生活我们不反对但是在这正常的生活里面，怎么样维持一个好的社交距离跟有这样子一个密闭的空间，或是有需要的时候没有办法维持这样的距离的时候，那把口罩戴起来，勤洗手，那注意环境的卫生这些都不能够松懈的。好来指挥官好，民事提问，就是好像昨天还是今天清晨的时候，室外好像也有开会，然后又在提到说他们其实没有隐匿那个状况，说我们这边寄信给他们是说隔离治疗，他们没有办法看出是没有人传人的部分，那这个问题可不可以请指挥中心再回应一下？谢谢。
没有了，这我那一开始我讲过，不过这样真的是无言以对了哈。真的是无言以对，这种不需要这样讲。而且我也常常讲哈，以前我也常在讲，说很多像这样的一个大流行哈，这一个世界的大流行，那在流行期间，大家都做了很多事情，不管是对或错，或者好或坏，历史会把这事情会揭露得很清楚。在世界的讯息相关的资料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其实谁也骗不了谁了。所以让历史、让时间来证明，就是说这一切是你的事实到底是怎么样。不过说就是说到隔离治疗还不知道说会有传染的可能性，那未免也稍微不太好了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